什么爱我一世人，害我感情半正重，痴情来对你了戆讲，如今才知一场空。早若会知，你会来变一款，嘛会为你心茫茫。啊，谁人袂怨叹，心爱的人，装甲水水嫁别人。新娘，哎呀，好啊个！哎呀，美丽啊，爱情啊，黑灵门是5年头的进入情海宫，特别破这个万强阵，万强阵变化莫测，使黑灵束手无策。红家人孙了，进海宫老战士，力战金乌会，相逢见地如火如荼。红家人独对青梅岛真灵，两人一宿变魂生死。青梅岛失败一道进攻救走。我不相信青梅岛有天有的角色。金我会会多听着，如不归顺，就结杀不论了。行者行，见者数。安尼好，属性来人啊！在此永靖学瑞3天后进攻降罗门。万强人甲闪光人拥立金仙姑娘为女友，上不的是吕伯君亦用而入咯。成功失败，连怨叹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男子汉不惊困难，信心十足爬过难关。免对我百般刁难，因为我是男子汉。成功失败，你免去怨叹，名声就爱高赞。人命运袂当同款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二位壮士想不起孤独流浪女，男我为知己，真是喜出望外呢。金仙姑娘贵妇何方啊？家住云南，父母双亡，投亲不遇，四处流浪。请问二位壮士，宁静在家吗？哦，我是不能形容内心的创伤。闪光人比较单纯，我是永远单身汉，死后变成孤魂。闪光人，你不应该讲出不吉祥的话。你也是向光明大道之行，令将功赎罪。
这位姑娘需要人照顾啊。段正人，我对你坦白说，今日咱在靖海宫被吕伯君解救，我感觉真见笑。我真想将这个吕魔头碎尸万段，但是伊是你的爱人，我以后若是遇到吕伯君的时阵，唔知要如何是好呢？吕伯君虽对我有情，但是这个心比情更加深，因因必杀，冤义兄妹也必杀。你教我怎样会当袂记你呢？老师，段昌林，你袂记你多明客甲你我三人伫咧夹攻吕伯君，当吕伯君在九死一生中，多明客不朽而去。你也等落阴阳相剑转条而行，只有我也去相剑刺入伊腹肚内。我等相剑的意思是要教伊自刎。不是我唔敢杀伊，段昌林，你是多情汉，我无怪你啊。如果你无相信我，我可以当天发誓，其实我唔愿你亲自杀吕伯君，为公道转来，收拾吕伯君，仍然是我的誓愿，也是我最后的任务啦。我愿助你一剑啊！姑娘，你不许陷入漩涡就好。让我单独做一件英英烈烈的事迹吧，过时。我赶紧去帮助伊啦吼！好，金仙姑娘，萧公人需要你的安慰，快去吧。啊，我来去。金仙乐意去安慰这位萧公人，使段强人非常的惊喜。是我人头的臂板强钉，暴龙的混淆的山路。来人呐！将三位神秘者给我捆起来！捆起来！传信者何在？你是将这封信送达来苦海卢新良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哎呀，万强兄啊，你感激阮三人做唔得的啦。阮三人是一世无情的老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总共万岁！今在三公帮749天光铁金山。你就不再是神秘者喽！来呀，将三人押进。怎么？哈哈哈哈哈！不久的将来，我就是无你的子孙，连大明的皇帝也要来调教喽！啊哈哈哈哈哈！咱国国父波达拉奉了吕王之意旨，带300士兵进中原调教，并在古州关打着这个好事，心找二公主波娜娜。但王亲免惊，我就是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的庄稼人了。你要找二公主波娜娜，波娜娜就是在南城地界。你到车房楼去找这个苦海女神娘就无唔对啊！苦海女神娘就是波娜娜公主的化名了，速去吧！有啥无影的神秘人指点，应该是袂唔对。众士兵听着。恁在这个所在安营扎寨，4名武士随本王入南城，找二公主就是。我做
好生你就爱好天，一年到了你就过一年哦，有开店通拢全新会，一日装修了淡薄钱了，啊你就落了啊。怎么哩？恁这个所在有一个可海女新娘吗？哎呦，人客官你遐趣味，啥物咧凉哈？好都无，要怎有一个凉啦？无啦无啦，入要啉酒啦，了啉酒吧。我问你，还有一个姚小凤吗？小凤哟，小凤啊，有人要找你咯。出局去啊啦，小凤出局啦！哎呦，人客官，迄个小凤出局去啊了。哦，小凤出局去，也毋知当时会倒转来吼。无得个啦，大概是半个时辰就倒转来个。哦，半个时辰倒转来嘛。安尼好，你甲我办一桌上道的酒菜吼，上等的名酒，也我这个所在饮酒，等候伊倒转来吼，甲我叫一个优秀的歌姬来陪我饮酒嘛。哎呦，大只狗哦！好啦，我甲你准备，走嘞！上岛的一顿哈，也即个叫白雪啦，准备登场献唱了。阿姊是安怎是？夜路，你赶紧易容，吼，扮做我的模样，日出，这般嘛。啥物啊？都爱搁一个恶霸哦。是啊，赶紧进行工作，我知啦。讨也教男子，欢迎女朋友，讨也温暖又受欢喜哦风流，无人像我这款心头乱乱想，啉香酒，为何啉香酒？愈啉愈有酒。国父菩萨啦，在了这酒楼所在，等一个时辰，坐立不宁，焦急万分。若无加我，你绝对是脱袂你啦！有人哦！往哪里去？黑暗路也着行，倒去也着行。人生来了你变化，失去了生命。我不是小牛仔，我就是旅游者，喊一声，牺牲一款命。虽人无随命。你怎么对？无加我，你绝对是走袂去。朋友，你这个所在啊，创啥？无体统啊！哎，死丫头啊！你敢来管营啊事哈？刑事我已经管定了，你听会清楚。婚姻是双方情愿，绝非人力之所强。哎哈！本大爷姓欧名霸，如果美女若我看介意，一定来答应我天数，否则我就动武力。社会有一种人迫害善良风俗，非真法不可。啥？你皮匠啊？呀！要命嘞！姑婆啊，姑婆做我唔敢。以后改过前为起吧。哦，都是人。哦，这位女侠，你是可爱的女新娘吗？是啊，你知影我是啥人吗？你是青云人啊？我就是你的阿姑普达拉啦，你就是普娜娜。哈，这普娜娜，你已经离开达旦宫13年咯。你的母亲思念你真深啊，快甲恁阿姑回转达旦宫来拜问你的母王的金安才对啊！哦，安尼才是好女啊！我是达旦国的啥物角色？哎呀，你是达旦国的第二公主，你叫袂记了心啦？第二公主嘛。好，你等一下吼。
阿姊，你是达旦的第二公主，你着赶紧甲你阿舅转去。你是一个金枝玉叶，唔通受这个风尘，唔通受这个风霜啦。我听去真明实，我的母王思念我真深，我也思念我的母王。那呢，你着赶转去吧。现妹，我甲严文有约，后等最后的任务若完成，我就会转去。夜路，在，我愿求你为做小妹，你就是达旦宫的第三公主。哎呀，阿姊，你占依我的模样，随我的阿舅回转达旦宫见我的母王，并将这封信交给我的母王，同时爱带我向他安慰，向他问好，日夜在即，奉侍他，知影吗？阿姊的交代，为妹准办，我是这个风尘女，今仔日成为达旦的三公主。真是渺茫啊，想袂到呢！啊，我真欢喜，我真欢喜啦！赶紧去，批大去吼！阿姊是我拜别启听，唔用改言啦。真是悲欢离合的人生啊！小野路在风尘中受尽甜酸苦涩，终于成为达旦宫第三公主。随着国舅得回达旦享受宫内荣华乐。各位听者，苏阳门被吕伯君断手。卢新良已经回转达旦国路，我做旧派顺阳顺音义气已经消失武林了。我要怀强武林，统统无阻。哎呀，准备进攻暹罗门。有一个小姐提将私信请关系，进上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苏阳门由我单挑，啥人敢冒假苏阳门之名向死神挑战？好，您在此等我，我往到目的地收拾苏阳门再发兵灭敌。萧公人，你遐尼气这个吕伯君吗？吕伯君不死，我死也不瞑目啊！如果我若是家你，你洗手江湖，咱两人等下故乡过着安逸的日子呢？我已经讲过啊，我萧公人在世愿作丹心，死者愿为孤魂啊！姑娘，请你唔通讲出爱情两字才好啊！你真正得要收拾吕伯君吗？我就抓，我就抓！萧公人啊！你是吕伯君，毒妇啊！萧公人已经中到万毒阴功，在清水顺千金一发之际，断肠人广告，残忍啊！又形成二雄对峙的最后之战咯。万毒的妖妇吕伯君不领情，特别使用最高端毒胶，收敌两人的性命咯。
多谢明主相救。呀，你输我药行我已经复讲咯，迄毋是我的错案啦。若是讲你王亚人的修养无我这个殷家先啊，任何人都无可能去用出你的性命出来。我叫你出来，化日落阴光，伊嘛是对袂了，好见啦。那我殷家先，讲殷家先歹听。那我这个金河马中连锁会民主功夫，是在东亚人之上，不在东亚人之下。要是讲安尼，恁哪会无爱甲伊拼？哼，迄毋是安尼讲，你点点，你点点。哦，我点点，迄毋是我咧做的。全天下我上尊敬苏彦文啊，其他拢沙马鱼。哦，迄沙目鱼好食，你念念啦，沙目鱼呆啊。哦，沙目鱼仔，种细尾，迄拢无坏。若苏彦文以外，拢沙马。若要想恁东亚人哦，就是爱苏彦文甲鲁新龙因两个，顺阳引起，顺阴引起，逆气合阴啦，安尼绝对100%成功啊！你呢？我若认真落去哦，有6分的胜算啦。可惜啊，毋免用到我这个老仙工，下袂苏彦文甲鲁新龙，你敢是啥咯？因下你咧？哦，你看咧，迄边断枪人咧甲人笑，哇，断枪人甲人笑，哎呦，迄敢拢无阮啊！我们呢来玩咯，我来玩捉，强来好强。鲁新荣在清醒桥头伫咧等候苏彦文的出现，清醒桥下。又扑出了魂州大儒甲苏彦文咯。魂州大儒甲苏彦文吗？你是谁？我是苦海鲁新良啦。哦，鲁新良，你是军国中的豪杰啦。先人将之时，还佫会记哩无？甲书前世无言人。今生再见欲何语？悲悲急催痛分别，真情相觅并处死。真是有情人天涯另相逢。苍天不负有情人，也愿苍天不顾有心人。我已经下战书，回庄家人，约在岐州国一战成死。我甲你并肩作战吧。你可以帮官不许出招。让我独击魔亏吧！好，行。哈！来得好快呀！岐州风之前，正牌魂州大儒甲苏彦文，甲正牌魔亏庄家人单打独斗，谁胜谁败，谁生谁死呢？请看明天最精彩、最后的一集：苏彦文与鲁新良。